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馬年行運特輯。今日請到師傅啦，教我哋大家馬年點樣行真好運。師傅新年快樂！大家新年快樂！師傅，馬年好多人話想旺財喎，諗住去賭下搏翻個大彩，咁樣得唔得嘅咧？馬年想行好運，最忌以賭博運。真正嘅旺財運係守財、戒賭、理性消費，唔係日日夜夜追波追馬。如果你已經覺得收唔到手，賭輸到頂唔順，就要諗下揾專業嘅賭博輔導服務幫下手，唔好一個人死頂。啱啱你提到專業賭博輔導服務，咁其實好多觀眾都應該唔太清楚係乜。師傅可唔可以簡單講下點樣可以幫到人呢？所謂專業嘅賭博輔導服務，就係由受訓練嘅社工、輔導員同你一齊傾，幫你揾出成日想賭嘅原因，教你點樣控制衝動、重整財務，同埋處理因賭博帶嚟嘅情緒同埋家庭嘅關係。呢啲服務好多都係免費同埋保密，可以1對1面談，打熱線，有需要仲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參與，唔需要怕丟架嘅。Smart Eye Train 賭博輔導服務，透過網上平台同 AI Chatbot， 俾你隨時喺網上面了解賭博嘅風險，做自我評估，再按需要安排電話或者面談輔導，幫助你一步一步戒賭，預防復賭。有困難揾專業，唔好自己一個人捱。馬年唔再賭運，先有真好運。由 Smart Eye Train 賭博輔導服務陪你行出第一步。源頭山減賭。